安叫我困到，开始想你嘞，很盼等你，讲奇妙的事情。安叫我困到，敢有通到爱，有安到发，就老你讲，老你穷下嘅面呢？走身嘅日頭，歡能走定愛嘅面容，成條無分無手，讓你窮下嘅面呢，小腦唔是聽過，希望你也下啲嘅歡歡喜喜。哇！刚才人谈到的系啊，好音乐团带来嘅安久无看到一条歌诶。今日嘅节目当中，就会好好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个客家嘅清新嘅呀民谣团体。讲新其实咩唔系动新，大家可能对佢哋有啲嘅印象。細細嘅來分享佢哋好音樂團嘅米飯，韓國一詞分享。Hello， 我係米飯，我係一詞。哦，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差唔多4-5年前，兩位一樣的組合，對，沒有來到福熙來咧，就用坐到嗰種沙發，一樣的沙發，一樣的配色，一樣的配色，棚景還是一樣，還沒有換這樣子。回到家的感覺。謝謝，感謝你哋這個陣來，韓國帶來一條東好聽嘅安久無看到。誒，其實也有高雄嘅知道，我剛剛聽嘅感覺，就是有一種把自己的情感透過一詞有一點點呢喃嘅方式衝出來嘅感覺。其實我還蠻感動的，一方面我是覺得看到一詞長大了的感覺，長大了，從口又變到喊卡後堂哎，我覺得你可以更游刃有餘的老氣家上的講的也得有感情，可以更自在的抒發出來。故說我知道我聽一條歌曲，知道動感同嘅，讓我來同大家紹介一下這首歌曲《安久無看到》它的創作的故事是什麼？這首歌要美凡來說。哦，對，因為其實這首歌的開始是那時候因為其實寫給我家人的，我的表妹，對，那因為他蠻年輕，可能就離開這個世上，這樣。然後這首歌算是在紀念他，對啊。那時候我就寫了一個副歌，然後我就唱了一段，然後給義慈聽，這樣。然後中文的版本。對，中文，因為我本身我不是客家人，對。然後我那時候客語也很破，對，應該不是很破，就是完全不會這樣子。對，然後我們就一起完成這首歌，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歌曲，我覺得需要2個人一起不斷的去琢磨，因為每一字每一句，我覺得都很重要。對，尤其對我覺得連吉他都很重要。對，那因為我們就沒有想要，就是因為通常講李是很常都會比較是用可能比較悲傷啊，就是或比較強烈的情緒在寫歌，但
因为他年纪蛮小，那我们也不希望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呈现，所以我们就用所以我用吉他就很简单，在刚开始的前奏就是很简单的拨弦这样，然后刚开始在唱的时候也觉得也比较像是好像对小朋友在讲话的这种的感觉，就一直在呈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达这样，对吧？那其实我们也是想要表示，其实虽然说他可能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再见到面，但可是他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中。那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想他的时候，看着天，他可能 maybe 他也在对着我们笑，他在那边也活得非常非常开心。那只是说，暂时可能见不到面，这样有点像是安慰，不管是安慰家属也好。那我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每个人，也都希望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没错，觉得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子地震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无常都无时无刻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其实听到尤其是两个按黑嗓这么年轻的就是音乐创作人，那出新的专辑要这种专辑后面好日乐团出好日专辑啦，对不对？恭喜恭喜！但是要规种专辑全部都会给他掉，要按多年来的创作。然后他们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直接用《安久无看到》这首歌曲的故事来同大家来做一类要种专辑小嘅一个开场啦。其实规张专辑青岛都系同不卡人有相关的故事，对不对？对，因为这张专辑其实算是记录了乃第3年的一个时间，我跟我爸爸的旅行的故事。对，那小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在他的摩托车后座，我就跳上去就说，今天要去哪里玩这样，去玩是不是？对，他就说不知道，我们先骑再说这样，就是常常有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最值得我回忆的一个好日时光。对，所以这张专辑写了很多虽然是我长大后发生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觉得客语跟我的家人其实很有连结，尤其是我爸爸是客家人，对，但他又不跟我说客语啊，对，你喺某同讲哈，对，你等于说他还要按多年来之后，他把音工再去把它捡回来，对，就是每一句每一个字好像都像是在找到他的感觉，对，那我会说对我来说跟爸爸相处的时光是个好日时光，我会希望就是把那一段时光用歌曲再记录下来，对，所以这张专辑也许可能是我会说是我自己的童年时光也好，可是我觉得听众也是也许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听到属于自己很久都没有想起来的故事。对，一次按用分享，真嘅我刚刚会讲嘅，知道一次他嘅感覺係因為佢頭擺一開始張開始衝過嘅嘅時間，佢就有就是這個調了，他已經就是走口氣式的唱法了，口氣式，對，他就很像就像聲音呢，很純真、很質樸嘅老氣架嘅想法表達出來，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意思就是有他自己更明確他自己想要表達的風格，就像以衝狗的時間，我覺得再加入他一點點就是有鼻腔的那個感覺，我就覺得更有那個味道。為什麼美凡要這個表情？他想說，美凡你有什麼意見嗎？不是過敏導致的。是嗎？我覺得很好聽哎。也是有過敏啦，也是有過敏的成分，是不是？有可能。你們真的很好笑。其實亞龍3年東久以前就熟識哎，太好大學的時候就認識。對，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我們是玩樂團認識的，他不是我同學。對，大家都以為他是我學長，不是。長得對，比較成熟一點這樣。但是兩位都還沒超過30歲吧？就是快了，今年要到30，但都還沒。哇塞，故事我真嘅係青海上啊，我們說他們是雖然佢哋已經到客家呀音樂圈地度有出來幾年咧，不過其實佢哋都同後上都還蠻30歲，亞白居會要專輯來同大家見面，但是其實在更早之前兩位就認識了嘛，默契很好。對，就是默契可能要再訓練一下。沒有，大家一開始可能冇發現，一開始聽到嘅開場嘅按久冇看到，有看到美凡有個謎樣的笑容嗎？
我内心在下大雨，一直都在迷样的。因为刚刚有那个段落有唱错，但是大家都没有发现其实不讲大家都不会发现对，因为本来想说要前面就结束了，然后他可能心血来潮又再多唱了一段，太开心了，对，多唱一段，然后你就继续若无其事的跟下去，然后我就笑了一下，这样子，对，但得把它演完，对，还是有演完，不会啦，我觉得要就会两三年。非常非常的有默契，为了亚条歌曲，然后给好好的演示出来。所以，我们刚刚的按 Q 模控头，除了有这个满满感情跟反应以外，还有多了一点点可爱的笑容，是在里面算是特别版呐，番外篇本太雅来谈。啊，不过除了要按 Q 模控头，因为要后面要种转型，其实低度还有懂得跳歌曲呀，唔单像跟他一直有讲到可能一家日常的故事、不可言的故事，可能还有一对呀哈这个反应啊，跟一条反思啊，有一条佢自家嘅想法，韩国呀贵重专辑，还有懂得呀内容儿童大家来分享，包含呀种专辑的这个设计啊，都会给啊条自家来做的。虽然还有哪条乜嘅内容儿童大家来分享呢？先休息下，下一段再来再继续来分享哦。好，非常大家有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日樂團出嘅好日專輯，恭喜家到出新專輯嘅。韓國家下有講到亞種專輯嘅內容啊，當到係下不卡人，下上嘅對不卡人，韓國日常也的故事。啊，唔過嘅曲風咯，嘅音樂風格又很樣板咯。我們請美帆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張專輯的音樂的曲風。呀，今天其實。像我自己在創作的過程，我通常都會是什麼樣的故事，或是什麼樣的畫面，然後我就會去用什麼樣的曲風，然後來去套在上面。可是剛剛聽起來都是家裡的故事哎，但是你要在裡面做出不一樣的曲風。對，但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家裡的故事，也分很多不同的情緒。對啊，像裡面有一首叫《莊夏》這首歌，就是因為它就講了很多，就是回到鄉下會有很多很熱鬧的一些，比如說板斗啊，或者是會喝茶聊天啊，對，然後裡面也會出現很多貓貓狗狗的聲音啊，對，我都會把它放在裡面，因為我都覺得，哎，這就是我在鄉下裡面會聽到的聲音。那特別還裡面也會有加到那個吉娜姐的聲音，好厲害啊！竟然找吉娜姐來。對，然後因為我們是找她來配音。你們沒有找他來唱歌，好過分，好像對嗎？因為我們裡面就有一個角色，就是有一個大媽，然後就是大廚，那也是一個媽媽長的那種角色，這樣，然後就是吉娜姐是大廚沒有錯，對，因為她都煮飯非常非常的好吃，這樣，然後我們就請她扮演一個在裡面就是煮那種大板豆給大家吃，然後很熱情的招呼每個村民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角色，入口白，對，入口白，他很適合這個路線，因為我之前有個節目，我請他來當房東太太，對，就是我們那時候錄完就覺得，這一段好像可以加點什麼口白，然後我們一瞬間就想到吉娜姐的，不是她的聲音，她的聲音跟臉，她的聲音直接如雷貫耳，直接灌進來，對，那很多諸如此類，那很多像一些，有些剛剛也講到，可能是比較反思的，可能也是家鄉的故事，但所以他就會用比較深沉的曲風，那可能就用一些比較強烈的樂器，什麼大提琴啊，或者是有些會比較蕭瑟一點點的，就會用馬頭琴，聽起來會比較荒野一點。對，馬頭琴有在蠻多首歌出現的，對不對？沒有，只有一首歌，老屋那一首歌有出現，因為其實我們黑牙一部嘅張就是認識馬頭琴這個樂器，當然以前可能有聽過，但是沒有注意到它是什麼樂器。你看它有張底，它是一個蒙古的樂器。對。可是就是哈嘎尼，就是這對客家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樂器。是。我就是會想說，為什麼會想要把它放在這首歌裡面？因為本來會想說，因為我們很多用到的是大提琴，
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跟一个我可能把他们搞混了，有点，其实声音我觉得其实蛮像的。有时候我在听的时候，他如果在低音的时候有就会点觉得都是他如果没有那个那个声音的时候，就是会听不出来他是对我啦，不专业的。其实我也是，真的吗？我也是在做这张专辑之后，慢慢去了解每个乐器的特性，然后再想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这样。对吧？那因为本来我们也是想说用大提琴，但因为就觉得大提琴声音太温润了，有一些声响想要听起来比较荒野一点点的，比较荒凉一点点的，那就觉得它有点太温暖了。那所以后来因此我们就是请到义慈，对，然后找到就是马头琴手这样，然后来帮我们搭。在台湾很难找马头琴手，对，所以我们不是在台湾找到的。我们是这个《老屋》这首歌的马头琴是有点跨国合作，跨海洋合作这样。对，因为我其实，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加入马头琴。你这回是下一时节就选对，只是之前还没有这么明确吧，可能就觉得说哇，还要再去找马头琴，要去哪里找，然后用了很多东西来做替代，但是。在想说要做专辑的时候，很希望把那个内心中的画面可以让大家听到，完整呈现出来。对，所以马头琴我们真的找了蛮久的，我们就台湾的朋友也问了，但是身边好像没有人会，就是可能比较不是这个路线。那后来我就在小红书这个 APP 上，这么年轻的 App， 哎呀，哈都某地给用，听说是年轻人用的。我就想说，因为刚好有最近就是有一些需要，就我会在上面 po 一些我自己的作品这样，对，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在上面关注一些音乐家，然后我就在上面看到了一位就是很厉害的青年马头琴。的演奏家，然后我就关注他很久，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请他来拉这一首歌这样，对，合作。然后我就跟美凡说，要不要找找看这样，他就说，会回吗？可以试试看呐，这样。然后我就想好，那反正他拒绝就算了，这样我就私讯问他说，我有一首歌想要跟你合作，然后因为我关注你很久，很喜欢你的作品，然后他一听他就说，哦，好啊，这首歌是我的菜，他说这是我喜欢的曲风，然后我们可以来合作，所以他其实丢了第一版，我们就过了，就是哇，太厉害了这样子。但是你要丢按用唐希的黑某见面，某可能连天发都某公斗，对，没有，就是完全讯息，对，全部讯息。好年轻哦，我的还没看过他的本人。周颖都给他这种粉丝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蛮冒险，对呀，很勇敢哎。对，但因为有听过大家的作品啦，因为我也有给他我们的作品的一些可能不论是 demo 或者是想要走的风格，那他自己应该说我关注他很久，我知道他可以做成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本身就喜欢了对他的风格，对，哇，蛮有趣的。也知道就是马头琴加入之后，他那个民谣感就是瞬间就有了，就是他有一个那个荒漠风格，对，荒凉，可能还要再加个蒙古喉音，可惜没有学会。对，但是我们没有蒙古喉音，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厉害的老师加入，这个就比较符合客家，这个就很客家，凶到我记得我同事有分享啊，就是不卡同个阿婆讲诶，客家嘅员工人家阿婆就讲给太洗骨诶，给啥？太腐习大胡须的那个人，就是余威老师。想到客家乐，先想到余威老师，没错，标杆。所以余威老师他在《老屋》这首歌里面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最后《老屋》的整首歌的最后有加了一段客家山歌在里面。对，那时候其实也是想，全部都是义慈的声音，要么就是我的声音。对，不要这样再唱了，不要再唱了，这样。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可以男生的声音，然后可以比较跳脱出来的，对吧？那而且他又有一个代表性，对。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想要做蒙古，刚刚有讲到，是不是要呼麦啊的那种声音？对。但是就觉得，全部都是好像又跟客家的这个感觉好像又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所以因此我们就想说用客家山歌，对，那一次我们的义慈小尖兵就又出动了这样子，私讯达人，老师你好，对，
思小尖兵是什么？就是他就我们就一提到山歌，然后他也听到就是那时候因为宇威老师他爸爸有唱山歌这个部分，然后就觉得那宇威老师唱山歌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就也去私讯找到了老师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来跨刀，老师真的就非常大力的，老师真的很照年轻人哎，真的，宇威老师真的非常的感动，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蛮强烈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启发吗？启发，我觉得是启发。怎么说？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录宇威老师的声音的时候，然后本来我们录完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录到结尾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尾音可不可以给他挑一下？山歌的尾音。对啊，可不可以就是可能音稍微换一下这样，对啊。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宇威老师就说了一句话。直到现在我都记忆非常非常的记忆犹新，这样，然后说如果这边换了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客家山歌，这个就是属于你的新的创作，对。那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客家人，对，那我对客家文化等等的其实都是在慢慢在接触，这样，对。那我觉得单单从创作者的角度。然后去想说可以加什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跟文化的保留。对音乐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同样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因为客家山歌也都是从很久以前，然后慢慢这样流传下来。那为什么它可以保存那么好？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不遗余力的，非常的。就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就是不马虎的把这个东西给完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宇威老师改个意思，应该是一个提醒，他也没有要你一定不能改，他只是告诉你，你选择就不是了，你要传统的保留，还是说你要去把冲型？对，其实没黑走的嘞，但是美凡的选择，你选择保留了传统的部分，保留。我觉得宇威老师在这山歌上面的所有的声响，所有的原本的样子。好，恭喜美凡成为客家人，客家认同感 up 有没有？还在第一步，上了一阶，很厉害了。其实一步一步的看得到家的个进步，和我对客家文化上的保留的安用的心情。呀，第八个歌曲其实还有一条歌曲刚刚没有讲到，就是《地下河》这首歌，松柏伦没有冲到，但是。虽然它是有一段时间的创作，但亚白妹黑重新调整它的编曲，重新录音再出版，对不对？对，就是那时候就再加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大提琴的声响，对，就让整个声音除了吉他可以多一点其他的旋律线，对，不会让它听起来这么的空，对，因为现在原本就只有吉他嘛，就只有哐，然后很坚硬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多了一个大提琴进来，它声等等，对，有一些它可以增加一些更多的氛围性，然后也让整首歌的整个旋律线比较耐听一点，不会说就是全部只有一个底在后面。我觉得义词在这首歌诠释给冲的风法没某空用，就是这听起来你是前面刚唱听是柔柔的歌，对，但是在地下河的又是不一样的诠释方法，性格大变，也没有到大变好不好？可能偏比较黑暗一点点，对，就是不同的歌曲，虽然黑暗有甜甜的意思啊，无和黑波有某空用跟诠释都要低度，时间用歌都暗架有没有？丫头就选多呀，下一团就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哦。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學音樂團嘅學音展示。剛下有聽到最近係請用心同大家來設計地圖歌曲嘅風格，感覺2-3年就是都是當自己的寶貝，把這首專輯裡面的歌曲都當自己的寶貝，介紹得非常豐富。唔但唱歌曲。
歌词里度给创作跟内容，还给他的宝贝，连这张专辑本身都是他们的宝贝。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亚种专辑给设计是一直设计的，对，怎么那么厉害？我看到这个板子，我想说，哇，这也太手感了吧，很温润，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就是这么漂亮的设计，但是俺后来发现了，这是废物利用，我无法想象哎。它是电路板的废材。这个，对，它其实我是跟一个内料外造这个品牌合作，然后他们的品牌的理念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即将被烧毁的废材重新利用。这个拿去烧毁，这个这么漂亮的板子，他们也是就觉得哇，这个板子很美，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洞洞的形状，那直接烧掉好像很可惜，所以他们的品牌的理念就是希望可以给它第二个生命，就是这个板子它可以做成可能杯垫呐，或者是书的书封等等的。对，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它这个理念跟我在做这张专辑很像，因为对我来说，客语好像是一个也是。快被我忘记的语言，因为快被大家忘记。对，说实在的，我们这一辈的人，青少年还不会共行。对，没错。那我又用客语来写歌，那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赋予这个语言有另外一个姿态或是一个生命的感觉。那很跟这个专辑使用到的电路板废料也很像，因为它即将被烧毁，可是我又重新再利用它。那希望每一个人可能就是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它很特别的是，它每一个板子都不一样哦。对，所以专辑的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拿到的，很懂珍贵耶。鼓手感觉其实你不说，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某一个东西。你给当红那个凹痕啊、刻痕，其实很特别。对，而且上面我还就是有印了一句说“俩枪你一撒油”，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你有哦。好珍贵哦，就是有种限量版给感觉。然后这个听说也是你们一片一片自己包，非常的手感的一个乐团，好辛苦，非常有温度，对，太有温度了，有我们手的温度，对，好感人哦！鼓手很宽呀，这么可爱的一个乐团，听说后来支持一下韩国。虽然家都还忙上这些，但是刚下談到家都分享起個專輯，大家應該咩有感受到家都專業嘅部分吧，對不對？兩位都已經是非常有經驗了，給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做一種專輯，雖然講係hip hop嘅也都按多年來這麼多年的很多的創作，但是有沒有哪一首歌，也係講哪一個 moment， 那一張時間本也都吃到。我真的好痛苦哦！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再跟义慈合作了，我不想再跟美吧。哭哭。好像还是有这个时刻吗？有啦，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争执，对，所以我们其实歌曲我蛮多是一起写的，可是其实如果是一起写的过程，反而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争执问题，因为我们会知道这个主题要写什么。可是有一些作品可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或者是我跟朋友一起完成的，那。美凡在没有加入前期创作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歌曲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其实像专辑里头有一首歌曲叫《迎等日头》，Yang Den Yipto，然后它其实是一首有点像是影子跟太阳的爱情故事的一首歌，对，比较爱情小品，对，它就是一个很羞涩的感觉的一个歌曲。那一个大男生可能感受不太到那个羞涩的 feel， 他比较适合马头琴的呼麦，荒野感这样子，或是很热闹这样。就是想说，他要来编这首歌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好好想象这首歌他想要呈现的样子。一开始，对，所以可能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样子很 OK， 那我们可能再加一些更多的元素进去，让它很丰富这样子。但我可能一开始想象的，我会觉得这首歌应该要很简单，可能它只要一把琴也 OK， 我都能接受。但是它要很简单，但是他可能一直 get 不到我的那个很简单是什么意思，就也许我也没有表达得很清楚。
对，所以就在制作的时候，我们来来回回好多次，然后最后连这首歌都完成了，就是连混音都混完了，然后做到已经是几乎要对要完整了 final 的状态，对，就是差就是发行这样子，然后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过不去。与其说那时候说要说做很简单，但我可能很简单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是很无聊。哦，对，那就我会觉得，可能唱的都已经这么简单了，旋律都已经这么简单，那我想说编曲。那我就想办法让它听起来不简单一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加了。其实这首歌原本的版本是有加了钢琴、加了弦乐、加了琵琶、加了大鼓，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加进去了。能加的都加了。对，就几乎能加的都加，然后就是变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那种，就是一个很大配置的一首歌这样。对，那所有的全部的乐器都配好了，然后刚刚也讲到，就是全部都混音好了，混到第三版哦。对，第三版的时候，然后最后面感受到内心的愤怒。第三版，没有那么夸张，愤怒，没那么夸张。然后我是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烧钱，然后也非常那时候也觉得想要快点把它结束掉，然后我们就往下一首歌继续下去。但是最后我们听到的没那个华丽的配置，完全就是打掉重来这样。对，因为其实心里面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也大概知道。后面就是一直在讲的那个简单，跟这首歌本来所想要表达的那个爱情小小的爱情故事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有一种觉得都已经做了，都已经找了这些人来搭了这些乐器了，我们现在不把它完成，好浪费哦。对，这钱都已经砸下去了，对吧？但是，那时候心里就是想要有一个快点。跳过它，然后去妥协的这种感觉，对，那可是还好，就是非常的坚持。他觉得我很固执。对，然后我听起来很像两个神仙在打架嘛，用3年坚持的东西都很高阶。对，但是最后你们是有取得一个平衡跟默契。对，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打电话好好的去聊这件事情，这样，对吧？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最深处，我也知道他这个样子不会是常这首歌要的样子，对，就是我自己妥协，就让他变这个样子，所以最后面真的是觉得不行 ，OK 好，打掉重练，我们就全部重做，所以最后面就只留下一个吉他跟鼓，就这样没了，就这样这么简单，这么单纯，全部就是回归到最原始，所以。这两个的角色，我觉得就会让他回归到最原始，很像就是影子跟太阳，就两个角色就不再多了。哇，对，就是让他们好像在对话一样。只能敲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隐藏版的歌有可能可以。可能 maybe 后面大专场的时候。可能 maybe 就是一个大配置。讲到这个专场，大家最近做得去看第二个專場哦，還有有200幾件高鐵，4月20號跟5月2號已經舉辦過這個巡迴了。沒錯。不過5月11號，大家還有機會來參加，都那篇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在中壢的大河壩小書店，然後在下午的3點鐘會有我們我跟美帆帶來的我們這整張專輯的歌曲，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後到了現場也可以，我們也會帶上我們的專輯，跟大家就是來分享說裡面可能所有的故事也好，更細的來去分享裡面發生的事情。還講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來買專輯的話，做那一篇做得買也到咯。可以來聯繫我們也 OK， 然後你就直接好日月團私訊嗎？是沒有問題的。粉絲頁之密碼。當然也可以在風潮音樂的官網，然後跟 PC Home 或者是誠品各大的書店都對，都或是唱片行也都可以，只要搜尋好日 Honey 就可以找得到我們。好，鼓手大家聽說後來支持紅員工朋友後面，然後親民1分鐘的時間，看看來問大家，真的很適合他們的問題。我先來問一個有趣的題目好了。好。選擇題有2個人都要選，選擇題2選1。第一個是在大型音樂季上走音，第二個是在大型頒獎典禮破音。哇！3、2、1，在大型音樂走音。你們都選擇走音？對，我覺得。為什麼？因為破音頒獎典禮破音真的是太。
会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对，而且都已经颁奖，对，都已经颁奖了，然后还破音，而且颁奖是所有大咖都在那边，对，哦，所以音乐季可能大家都很嗨，对，很嗨，走音就走的时候赶快离麦克风远一点。平常都在走音的，没差。啊，是这样子，是不是？好啦，很自然呐。那再问一题，如果好日乐团现在是走一个现代民谣风嘛？给汉百，如果不走现代民谣风，你们的第二选择想要走什么风格？哇，好难。2、1，后摇。后摇是什么？后摇滚、后现代摇滚、后摇滚、后摇滚，就是 post rock。啊，摇滚吧，也是摇滚，但是不是后摇，不是后摇。为什么不是后摇？好，没啥算了。因为我是主唱啊，所以要打架了吧？6、3年又某 Q 用那火花要蹦出来。故事泰嘎听说欧蕾厚厚支持一下，还没30岁的好日乐团。好啦，基本上什么2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大家5月11号一定要去支持哦，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舒康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起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起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